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4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了后，头一团来台湾访问的非官方访问团，明仔早起会去会见总统蔡英文。中国政府风声讲，甲咱的太平岛注册是商标，陆委会也讲，中国是想要制造太平岛是因管区的错误认知。对立一开始开放一万人的 AZ 疫苗，互民众自费来做。另外，夏娃伊是带条件放令台湾民众入境，唔免过隔离就讲啊。讲到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了后，头一团来台湾访问的访问团，今下晡是到台湾啊，是由拜登的好朋友，也就是前参议员陶德，也个两位政府国务卿阿米塔吉，也个史坦伯格所组成的非官方访问团。外交部长郭兆燮和 AIT 处长拢去到机场接。访问团明仔早起也会去会见总统蔡英文，针对着台美合作进行意见交换。外交部长郭兆燮、AIT 处长雷英杰同齐前往接机，美国前参议员陶德带领两位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甲史坦伯格同齐访台，则是下昼坐湾流专机来到松山机场。这也是拜登政府上任了后访台小发团。陶德更加是和拜登叫做是上好朋友，此行除了表达对台湾的长期友谊，也是要祝贺台湾关系法42周年。我们对于美国总统拜登他专程的指派代表团来台湾访问，外交部表达诚挚的欢迎。这也是由拜登总统专程派遣来台湾的资深的访问团，要传达美方对台湾坚定的友谊和支持。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访团比较外交专案模式，伫机场采检、佮全程团进团出，甲一般民众无同。访团的成员除了陶德，也有阿米塔吉甲史坦伯格两位老板访问过台湾，更加是台湾的长期朋友。这摆虽然不是官方访团，也毋过有计会透过这个管道，甲拜登交换重要信息，甲讨论中国最近的武力威胁。一方面大概也跟台湾打打气吧，另外一方面大概也有一些话要带到。所以这次他派来的人，他又讲是非官方的，反映出拜登多年来对处理两岸问题，他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总统府也对此表示欢迎。蔡总统有计将伫15早起10点伫总统府接见访问团，佮伫当日暗伫官舍设宴接待。毋望双方会当就深化台美各层级甲各领域的合作议题上，深入交换意见，继续强化台美关系的稳健发展，也显示台美关系坚固友谊。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想要对付台湾，有影是无所不至。中国政府风声讲，甲咱的太平岛注册是商标，不过，就法律专家表示讲，地名、国名、岛名拢是公共财，伫咧法律顶头是无效的。咱的陆委会也讲，中国是想要制造太平岛是因管区这款的错误认知。南沙的太平岛是咱国的领土，离台湾本土有1600公里远，最近成为外界关心的焦点。中国伫南海军事动作不断，演练模拟夺岛，互东沙岛、太平岛的防务当着考验。若是安尼，中国为2014年开始，就将南海真侪岛屿注册做中国商标，都令太平岛也互三沙市永庆事务管理局申请注册。2015年通过初审，不过法律专家讲，安尼无法律意义。说使用台北市就要跟你买商标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太平岛也好，或者是说东沙、南沙等等之类的这些相关的岛屿的名称，被中国大陆做注册登记，那一个动作事实上是一个政治动作，那不是一个法律上的动作。中国想要将太平岛的商标占去，专利权范围包含木材、石料、红毛土、泰鲁、点啊加蔗。不过林天辉表示，若是地名、国名、岛名拢是属有公共财，登记伫法律上的地位是无效的。中国安尼做是想要证明对太平岛有效管辖，用伫国来宣传加强内部政权。刘委会讲，咱国有太平岛主权，唔免怀疑。将我地理名称跟它的商品产生连结，使人产生错误的联想，塑造太平岛为其管辖这个假象，这个也与国际规范这是不符合那所以这些都不会改变太平岛是我们国家的事实啦。刘委会表示，中国故意制造太平岛是伊所管辖的气氛，无符合到甲贸易有关的智慧财产权协定，更加未改变太平岛是咱国领土的事实。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要甲主疫苗的范围搁再掠广，对即马开始，包括着外交或者是公务出国的人员、代表国家的运动员等等拢算在内。另外，对至一开始也开放1万ton的 AZ 疫苗，互民众来自费来自。来讲到台湾甲别流的旅游气泡，正是放年到，等来只要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另外，国内有11间的病院有甲夏威夷州政府签订 MOU， 若准提起11间病院体检武汉肺炎阴性证明，入到夏威夷就唔免搁再隔20天啊。国内新冠 AZ 疫苗开始注3礼拜，总计到13，全台只有27113人完成注射。为了冲这注射率，疫情指挥中心进一步宣布，对即日起开放第4类的对象来注射，包含外交也是公务出国人员、代表国家出国运动员、选手等，拢纳入公费的对象，有5,000人应注。因公哈，比如说奥运呢，哈，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需要，人数也不多哈，那我们就。好，现在开始起就开放到第4类。另外，为了降低民众出国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对4月21日下礼拜3开始开放1万剂新冠疫苗，予民众自费来注射，包含商务、出国工作、留学就医者领导考虑的人，应到全台湾31间设有旅游医学问诊的专职病院注射，才有约制，无用经疫苗抢牌。民众必须家己付病院的挂号，也有检查费、注射费，不过免收疫苗的成本费用。在医学中心，我们收费，好，这个只收费的上限，好，收费的上限，哈，医学中心是600，然后区域医院是550，然后地区医院是500。另外，国际航空机组组员回国了后的检疫做法也做调整。对15拜四开始，当天的航班入境旅游疫情是第3级地区的特殊检疫缩短是3天，结束迄天核酸检疫阴性，加上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第程航班当班来回，而且无入境疫情第3级地区的人，14天自主健康管理就用的。若是机组员完整注射2剂疫苗2礼拜了后，回国检疫做法会佫调整。当程航班的人实施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结束当天的检验通过就解除。第程航班呢是免除自主的健康管理。因为现在看到航空公司的管理，然后跟外站整个，这报告看起来都有落实在做，所以回到原来是3天的居家检疫。而外界所关心的代表旅游泡泡，对即日起旅客对别流回国了后，检疫放宽做14天一般的自主健康管理。不过旅客依然必须在回国第5天完成 PCR 检验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如果有武汉肺炎疫苗出问题啊，交生疫苗传出有6个人脱血管，其中有1个人死亡。美国联邦卫生单位拜二就随冻点交生疫苗，要先来调查疫苗甲脱血管的关系。美国联邦卫生单位当地时间礼拜2做出重大宣布，因为6个女性自交生疫苗了后出现真罕见的脱血筋，疾病管制中心 CDC 加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13发出共同声明，建议10万组已经有将近700万人注过的交生疫苗。Yes. We'll have the Johnson & Johnson today. That's good. That's good? You didn't want the Johnson & Johnson? I didn't want the Johnson. I look at a number like 6 and 6.8 million, and that's less than 1 in a million. 联邦卫生单位指出，目前有6个18至48岁女性自交生疫苗了后，6至13天内出现严重头痛、腹肚痛、喘气真急，也甲罕见脱血筋，其中1个人死亡，1个人有性命危险。CDC 甲 FDA 会进一步调查，查清楚因果关系。随上交生出现脱血筋的案例，甲古丁大学和阿斯特捷利康研发的 AZ 疫苗所产生副作用有真共的所在，后面当密切地注意。交生是宣布延后送去欧盟国家。另外，已经注过29万剂交生疫苗的南非也当作法庭。Hopefully, this will be a short pause. The numbers are low, and quite frankly, it would be a tremendous loss to the world, forgetting just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if we were to lose both the J&J and AstraZeneca vaccine. 虽然暂时减一疫苗通注，美国总统拜登也是表示，国内的辉瑞加莫德纳疫苗也有够用，民众会当放心。欧美是为疫苗的副作用伫伤脑筋，而非洲是烦恼当地达到99%的疫苗外口进口，未来恐惊会出问题。In ensuring an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pandemic,
We must strengthen our ability. 非洲联盟领导人礼拜二召开会议，强调爱增强疫苗家己做的能力。20年来，爱生产6成所需要疫苗，将进口量降到40%。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是呼吁生技公司放零专利权的限制，授权予中低收入国家一旦合法生产，弥补好业甲散车所造成买疫苗的差别。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在伫德鲁古事故了后，卫福部有设一个募款的口座，真煞去互人质疑讲，只有1/3用伫往生者家属的生活救助。卫福部长陈时中今下晡也搁再强调讲，要由政府来承担的备用善款代替政府出钱。代替泰鲁阁事故发生了后的加长工，卫福部设立赈灾专户。到13为止，总捐款金额超过9亿6840万。卫福部成立召开第一摆捐款管理监督委员会议，提出捐款金额至少1/3用伫罹难者家属生活辅助上，引起外界质疑这个部分收少，也质疑善款未来用途。用在这个相关的家属，要再次的说明，刚才委员特别提到，有些如果有相关的这个民意在质疑说善款会用在政府应该要来承担的这部分，我再次的说明，有关的善款绝对不会用在这一个方面。善款会安怎分配使用？根据卫福部提供的详细比例图，善款分配比例亲像有调整，生活辅助占上大比例，其次是医疗补助，接落来依次是教育资助、心理中建、法律辅助甲其他。但是中解释有一寡罹难者家属甲受伤者厝内有囡仔，希望善款会当帮助到大学毕业。有需要教育资助的部分，会以信托小户，希望会当一路支持。要捐的人很多。那政府只是负责，像本部就是负责把这些钱收起来，然后做一个适当的分配，那让这个爱心能够分配好，我们并不会去动用这钱了卫福部表示，伫开会讨论定出生活辅助等款项了后，上紧伫后礼拜就会当发出第一笔。捐款管理监督委员会也会保留2个受灾代表的名额，也毋过目前有缘也无人方推举出来参加会议，也引起家属的质疑。不然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里面谈什么说什么，他们决定不是我们家属在决定的，而且这些善款都是大家全台湾的人的同胞肩负的，应该是要公开化、明朗化才对啊。总统蔡英文伫面册铺文强调，这笔民间善款将会100%专款专用，未用来替政府也是厂商赔偿，更加未影响受难者申请国赔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德鲁古事故调查进度。运安会证实讲，进前公布的行车记录器确实有翕到有一个人徛伫铁轨路边啊，目前也已经交予检方来侦办。也若工程车吊起来脚踏车是虾米人驶的？越南移工阿好捌甲伊阿姊表示讲，伊无驶车也无驶脚踏车。代替从德河林东正线抢通的工程即要好啊！工程人员已经完成铁轨路铺设和自复古这工程，再来16进前要完成铁轨路补强的作业。工区的健康甲通车进前的检查，以及安排现场监看这工作，做好通车进前相关的准备。主要什么内容要问讯吗？检方侦办的动作也一直继续，搁在团环勘摄建设第4个联合大地监造主任李进福、安全卫生人员张济富在来调查这个案情。另外，工程车出来边坡传出是工地负责人李义雄只是义工花文好去操作怪手，不过吊大登去造成工程车落来。不过有媒体报道讲，阿好讲是白大无白好落来，而李义雄是讲白大登去，两个人讲法是无共款。而阿好的阿姊也出面发冤枉，因小弟甲讲伊无开车也无开怪手。那天我有问他，他说。没有开什么，他没有开卡车，没有开怪手。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我叫他不要骗人啊。运安会也证实，进前公布列车的行车记录器画面有裁切，确实有翕到铁轨路边啊有人影，到底是不是阿好的手伫提醒列车，已经交由检调来确认。联合检方查考案发时使用的布的吊带，要是穿卡里的捆绑的带，意思是袂堪的真重而登去。而专卖钢索的店头也讲，若是要救车，应该爱用钢索才对。吊车袂去骑落去咧，要去磨着咧，要磨落来啊！我当手上拢爱用钢索。业者讲，无共寸笑的布吊带有无共的承载动作，
一般使用在保护车体钣金，较袂去扣挂掉。若是要扭动的物件，用更少是较保险。而即阵检方已经甲案发的吊带查扣，并且送公正的单位来验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日本政府昨宣布，讲2年后要甲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排入去大海内面，也引起附近国家的抗议。咱的陆委会甲相关部会伫下晡也召开记者会，表示会扩大海核监测增加到95个点，若种海产受到影响，会协助渔民来争取补偿。另外，原能会甲海委会也要开1亿外，伫福岛核废水排出来进前，完成辐射监测甲安全评估的整备计划。日本确定要伫2年后将福岛第一核电厂含氚垃圾水透薄了后排入大海。新北市贡寮区议会表达坚决反对。那么在这里呢，我代表全国所有渔民朋友坚决的反对反对核氚那废水排放。下晡，农委会、原能会、海委会举行记者会，指出核能垃圾水排放的后续影响也毋知，按过评估相关海核作业的鱼种，包括着鳝肉、白带鱼这物种，产值差不多140亿。将来若是造成影响，会协助渔民争取补偿。只要受影响，那我们绝对会来帮渔民争取应有的这样的一个补偿。为了这件代志，相关单位要扩大海核监测，增加到95位，建立背景资料。原能会甲海委会要用1亿2800万，伫1年半以来完成海核放射物质环境监测甲安全评估的整备计划。我们去做即时的那个浮标的一个自动的侦测的系统，就是我们随时都知道我们在我们临近海域上面的那现在的污染的情况。日本排放核能垃圾水落海决定，虽然邻国表达关切甲遗憾，也毋过联合国系统下的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支持，强调会随时支援日本。Controlled water discharges into the sea are routinely used by operational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they are done under firm regulatory control based on strict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目前福岛第一核电厂每工生产100吨的垃圾水，存量差不多124万立方公尺。农委会强调，目前也未排放，呼吁民众千万唔通紧张，冲击到渔柜伫要伫6月开始的鳝肉计划。记者综合报道。中英海运甲人组的货轮中四轮进行伫苏伊士运河扩大。根据着外国媒体报道，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也当日向货轮公司正营起船，要求要到11美金的赔偿。埃及法院也已经甲货轮扣押落来啦。若爱赔人钱扩大这段期间，空气的利用化流高度也增加到正常值的5倍。由中英海运承租的中四轮，3月期间伫埃及苏伊士运河扩大挖1礼拜，目前又完停伫运河中段的大口湖。路透社报道，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已经对船公司正用起船，提出9亿外美金的赔偿金，大约代表260亿。无具名消息来源保护路透社。埃及法院已经对中四轮发布扣押令，船公司付完赔偿金，加准放行。أيا كان ربان السفينة ده بقى قانون بحري يعني. ربان السفينة هو المسؤول. سواء مرشد فيه مرشد أو ما فيش مرشد، لأن المرشد خلاص مجرد إن هو طلع على المركب بقى جزء من تبع السفينة. قواعد التحقيقات أساسا يعني حتى كمان فايدتها إيه؟ إن بنطلع بدروس مستفادة بحيث إن الحادثة دي ما تكررش بعد كده. 正用起船船队管理部副理小袁由美13证实，运河管理局向公司要求赔偿，而且中四轮也还未批准会当离开，也毋过无讲更较侪细节。经理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雷比特别向埃及媒体表示，运河方承受真大的精神损失，当然也有运费损失甲抢救作业的成本。路透社引用消息指出，相关调查报告有计伫这礼拜出来。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正用起船也向有货物伫中四轮的客户要求分担部分放行船只所需要的费用。中四轮卡伫苏伊士运河6港，至少有350只船等待通过。太船的现象，毋但使航运物流大乱，也造成环境污染。BBC 报道，运河靠地中海边空气中的利用化硫浓度，就安尼提悬到正常值的5倍。因为这船虽然将主燃引关掉，也毋过辅助动力装置甲顶楼油源继续运转，烧燃料产生利用化硫等副产品。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皇宫科大伫顶礼拜用无人机去看布下水库，才发现讲集水区内面全部拢是大屁屁。若讲到立月潭的大德湖进水口，真也是无水质的花草，得到吸引游客落去翕相。目前中部地区是用5天停2天限水措施，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会伫台中市乌地下水，市政府也讲目前已经接到2案来申请啊。 为空中看南投仁爱塔罗湾溪溪底，敢若剩细江水，看起来都敢若沙煲共款。空翕机向前一直飞，敢若伫大坝头前有翕到水，欠水欠到这种的程度，互学者嘛感觉真意外。 大概有70%左右的，原来应该是有积水的这个地方，现在已经都没有水了。皇宫大厦进行山林探勘，不过欠水严重，为天顶拢看现现。伫日月潭的大德湖进水口，即马煞变做规片的草坡，佮加上拍打起的地面甲靠近的船啊，凄凉的感受吸引不少民众来翕相。看到有点吓一跳，结果实际来看比看到影像还严重很多。 经过水利署观测的资料，截至14下晡，雾社甲日月潭水库有效跳水量分别敢若剩15%至33.8%。水利署讲，民生用水可望冻到5月底，不过欠水严重是一个事实。除了能够满足5月底前的这样的一个供水以外，那还能保有1个月的水量到6月。我会在台中这个寻找合适的这个地下水来开相关的水井。 除了启动更加严的控限2.0计划，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除了盘点各地水资源调度，目前中部地区强五停日机制也未拍算升级。若针对台中地区决定开挖水井来营运，台中市政府证实已经有接到申请，拍算要伫2位来开挖。我在中央公园那边，也有在丰原这边，不是只有找一口而已。对，他们会依照他们相关的。 这个资料看多少距离要找。台中市水利局表示，台中市石质的地质塌落去的风险比较较低，但是嘛爱伫非管制区才当核准。另外嘛，盘点65位建筑工地提供地下水，6位水资源中心，逐工差不多有10.6万吨再生水，尽量满足需求。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的水库无水，水利署也把握即届落雨机会，今下晡伫林奇潭10分水库吹雨，希望会当增加落雨机会。另外，桃园上届济比亚为着要减轻石门水库的压力，桃园市政府也协调军方提供净水设备来净化比亚水源。 把握这落雨机会，13暗时6点15分，石门水库进行今年第12摆人工的净雨。伊个根据气象资料，这是南部山区有午后对流的机会。林奇潭10门水库也在下晡1点30分放盐遮来进行人工的净雨作业。曾文水库这边的云层这边有适合做一些人工增雨的作业，所以我们也在1点半的时候，我们有释放验剂，然后来跟老天多要点水。 水位继续下降，石门水库脱水率无到30%，10门水库更加惨，无到12%。各地水库拢希望天公伯爷赶紧落雨。气象局表示，未来1礼拜有2波东北季风，14到16个水期是较多，第2波是偏较大冷，有估是18到20这几天。这一波冷空气呢，跟下一波冷空气对中南部影响都比较偏小，而且天气上面来讲稳定的情况之下，对水情的舒缓，其实目前看起来是。 比较几率小一些哦。水利署表示，看云梯移动也有发电的状况，及时来进行净雨作业，绝对袂放过任何一个落雨机会。如果地方政府也想尽办法要来增加资源，改善这个空化情形。桃园市政府也协调军方利用机动性悬的净水设备车来净化水底下的资源，每天会使产出至少200吨的资源来供应民生甲工业的用水。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南，目前是减量送水的柑仔色地区，不过有383间业者因为无达到省水标准，去呼市政府把水表用盐封起来。若阵阁无改善，出落来就会公布业者的名单咯。在水公司甲台南市府经发局监管13展开盐封作业。 主要就是目前台南镇里减量供水的柑仔色田河，也毋过有业者无达到节水标准。市府经发局讲，若是非工业用户无达到节水10%，工业用户无达到节水7%。头一摆是看到，第二摆若也未达到节水标准，将进行盐封。目前已经累计盐封383间。
好，那如果第3阶段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就会将厂商的名称公布。啊，包括工业用户有129家，非工业用户有152家，啊，游泳池有13家，还有洗车业者也有87家等等。另外，南部面临欠水危机，龙徛牛埔里4年前所存污迹严重的牛埔龙塘完成了后，即马也欠袂少水。即马当咧欠水的时阵，社区向水保局争取开放予在地民众来使用。阮先前有去日月潭，刚去日月潭玩过，感觉讲吼，安那搭遐济，来遮看到，这边水还蛮漂亮的。即你若无清伊。以后袂滴水，无滴水的话，以后若无水通食，你要安那？所以爱未雨绸缪啊！与其你都有这个环境伫遮，你唔得咧甲做。你山骹的话，你有储水嘛，你有龙塘嘛，你无清伊，龙塘嘛，等于无作用啊。台南4月初1起扩大减压供水时间是几天，市府也加强监控台南高地、广线尾流地区的供水情形，减轻减压供水带来影响。另外，也搬整好空空花水资源，包括19个空空花水井载水车、24个鼻塘，厂商也是民众会当依规定申请提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信义乡丹大野溪温泉是真侪爬山的人正爱去的所在。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讲，短短1公里的溪坡啊，就出现8只死去的水鹿啊，而且全部拢是去互斩头，看起来真恐怖，也真唔甘。水鹿倒伫溪边，而且毋若一位爬山的民众前往丹大野溪温泉，沿路1公里看到8只死亡的水鹿，而且全部被断头，互爬山的民众看到非常的心痛，动物天堂变做动物的墓地。那个活生生的动物就这样被猎杀，然后只为了取头，然后可能当做那个自己想要的利益还是什么，就觉得，就心情就不是很好。水鹿死亡的地点伫南投信义乡的丹大野溪温泉，是真侪爬山民众真爱去的所在。南投林管处表示，这个林班地野生动物的物种非常的丰富，水鹿嘛非常的多，要请警方协助追查身份。原住民他这样子的一个狩猎的一个行为，然后这个部分还是要等大法官解释，那我们再依法处理吧。不见得是原住民的话，那就是会有违反野保法的41条的一个适用。本分局将协同跑七总队第6大队以及铁路局加强连外道路，也就是台16线029电道的一个拦截查缉。林管处嘛指出，只有提水鹿的头是浪费野生动物资源，有关原住民拍烂的部分，要等5月7号大法官释宪。不过，若是拍烂的人是一般的民众，已经违反野保法41条，会当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徒刑，并科20万到100万的罚金。记者李小燕、陈宪坤南投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川政府所制定的阿富汗撤军计划确定被延期啊。白宫13证实讲，美国总统拜登会对全国发表重大战略演说，宣布撤军行动要延后4个月，伫911事件满20年前会来完成。不过，这项决定虽然引起塔利班因的不满。经过4任的总统，2兆5000亿美金，折损3500多名民邦士兵的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史上拍上久的战事。去年2月，川普政府甲阿富汗塔利班分别签署共同和平协议，制定美军5月7日全面来撤离的计划。不过，拜登上台以来就表示，这个期限伤短，难以执行。白宫发言人沙奇13讲，总统拜登计划甲期限延到9月11日，也就是911恐怖攻击20周年前完成。The President will deliver remarks tomorrow at the White House on the way forward in Afghanistan, including his plans and timeline for withdrawing U.S. troops, in close coordination with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Afghanistan, and his commitment to focusing on the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we face around the world today.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国防部长奥斯汀则是要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邦说明这项新的政策，而且引来塔利班无欢喜，推文表示未参加下个月在土耳其举行的高峰会，一直到所有外国部队撤离，和谈才法度继续。
即阵北约在阿富汗留有9600名的兵力，美军占其中2500人。顶个月塔利班把威胁要对外国部队重新采取敌对态度。对此，美国官员已经提出警告，即阵塔利班在美军撤离期间发动攻击，会遭到强烈的回应。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西班牙政府最近要做一项1礼拜休3天的实验，政府会提供大约是代表17亿的补助，予参与实验公司，或者员工的薪水未改变的情形之下，1礼拜只要上4天的班。伫马德里餐厅的服务生过去1礼拜爱上5天的班，逐工8点钟。因过自今年3月起，西班牙政府伫全国各地展开1礼拜休3天的实验。部分餐厅也加入未来员工1礼拜只需要上4天班，1礼拜工时减少到32点钟，而且薪水无变。西班牙政府带头推动1礼拜休3天，根据英国卫报指出，目前已经有200多间公司加入这项实验，为期3年。政府将提供5000万欧元，大约代表17亿的补助给企业，确保员工薪水未求水，同时也会当另外创造3000至6000个工作机会。Rapid transition to new ways of working is also opens up opportunities for reducing working time. 逐礼拜上班5天的规则，伫欧美国家已经实施逾100年。过去伫纽西兰，就有企业试着逐礼拜工作4天，结果证实缩短工时对提高生产力有帮助，改善员工的心理健康，甚至减少通勤制造污染。There are many ways in which working time relates to things like carbon emissions. So if you have more time, you are less likely to engage in carbon-intensive activities. So you're more likely to walk or cycle instead of drive. 日本棉卵公司过去也捌予2300名员工实施1礼拜休3天，结果发现员工生产力增加4成，办公室的开销也得了减少。随着少子化、高龄化等社会趋势，日本劳动人口渐渐老化，集中党、自由民主党也当咧研究选择性的1礼拜休3天制度的可行性，缩短逐礼拜工时，搁采取远期工作模式，这寡加出来时间就会当用来陪伴家人，甚至自我进修。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有真侪病症，人甲动物之间是互相恶来恶去。世界卫生组织13个再强调讲，呼吁各国都要定出更加严格标准，禁止伫市场内面卖活的动物，也避免这个疫情再摊开，或者是再出现新型的传染病啊。70% of all viruses and pathogens come from the animal world. 世卫组织 WHO 甲国际体育会 OIE。联合国环境计划署顶组织伫联名发表的通告中指出，经过研究发现，动物活体的美味甲丁特共同传染病之间有非常明显的关联。这个70%的病毒甲病原体有不少是以前毋捌看过的新型病毒，自2019年底探到当的新型冠状病毒，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Most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have their origin in wild animals. And suspending unsafe sale of live mammals for food will reduce the chances of a virus spillover in the future. 世卫组织等机构的专家指出，不少国家民众的食物来源是靠传统市场买卖活体动物。为中国欧巴省武汉的华南海产大卖市场产业发现，当地真可能就是这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源头，也是至少是疫情扩散的重要所在。所以，初期的确诊患者集中伫当地店主、市场员工，也有上客身上。通告中指出，若果无法度禁止活体动物的买卖，各国政府至少需要严格要求传统市场改善卫生条件，负责屠宰动物的场所也爱甲一般民众隔开，尽量降低病毒传染的机会。公视新闻齐家人编译。讲到家己病医麻醉科主任的查某囝，伫去年伊伫咧韩国时阵，去互食酒赛车的人活活弄死。后来经过青瓦台连诉了后，根据着韩联社的报道，今仔日法院一审甲弄死人嫌犯判刑8年，比本地检方要求6年的刑期判搁较重。这是我青春美丽、善良的女儿。他爱人、爱上帝、爱朋友、爱父母，是我们宝贝了28年的孩子。因为你的自私，你
杀死了我的女儿，请你记得她的脸，你一生要忏悔悔改你所做的事情。弄死人的韩国嫌犯已经有2届驾酒赛车记录，伊第3届却是个驾酒赛车违规超速，甲人弄死。这回去互法院判刑8年，死者的老爸老母对判刑的结果表达真不满，认为讲这半年的刑期是要安怎换伊28岁查某囝，希望法院就要甲伊判互当，希望讲伊查某囝有会死有价值来警告这寡驾酒赛车的人。检调局今年1月抓到一个偷领泰达币的集团，先甲4名嫌犯收押了后，昨搁在执行第2回行动，约谈主嫌翁仔某等3人，因涉嫌透过国内虚拟货币平台交易经营时间差浪棒，偷领到虚拟货币金额超过台票1000万。生出来主嫌目前是收押禁见，伊的太太是20万交保。穿青白色的顶冠衫、挂喙暗，互调查人员带入去台北地检署复讯。伊是涉嫌偷领泰达币生出来主嫌，涉案也阁有伊，就是主嫌姓黄的家后对伫后壁，也互检方约谈，询问了后20万块交保。他们经常会固定举办固定的交流会、研讨会，来分享说彼此在有关虚拟货币上如何利用搬砖的方式来去赚取那个有关虚拟货币的那个价差。那这个部分应该也是他利用在虚拟货币去赚取这个诈领这个虚拟货币一个方式。检调追查发现，有犯罪集团利用国内虚拟货币平台交易更新的时间差漏棒，伫还未付钱之前，就当加领泰达币甲以太币，利用假交易，这种偷领的虚拟货币变现金转去银行销户，提领制造断点，也是讲快速转去其他的虚拟钱包啊，闪过追查。为去年11月份到即嘛，犯罪所得初步估计超过1000万。检调侦办这件偷领案，早伫今年1月就已经具体甲约谈真侪人到案，这届搁掠到姓蔡翁仔某甲姓陈的共犯，专来依照洗钱诈欺这个罪嫌侦办。我们的规范重点就是会要求这个虚拟货币的事业，它要确认执行客户的一个身份，还有记录的保存，还有我们说大额通货交易申报、可疑交易申报，跟建立洗房的一个内控制度。其实虚拟货币除了熟悉的比特币以外，泰达币也是真抢市，名列10大货币之一。一条泰达币等于是1块美金，只是这届出现偷领虚拟货币的新犯罪形态，要安怎防范？银行局是讲，目前正研究安怎扩大管制虚拟货币，防止变作是不法人士犯罪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警管处进前有5个人是工程师的，却去互检调发现讲因涉嫌受到业者用现金讹洗，就发行执照互业者，甚至讲放行违建复杂。北检昨也约谈一寡工程师的人员加厂商，涉案人员是用5万到50万交保。台北市长郭文迪说讲，为什么是拖6年才逼出来？不过伊也强调讲会全部配合调查。公务员的拿钱。羞耻啊！将手抓着头壳雷雷闪开镜头，伊是担任北市警管处施工科姓王工程员。被带到北检侦讯的，也有同款是担任施工科的细只帮工程师，因为涉嫌收钱，北市府标出收回备案检调发动所早甲约谈，包括建商泡照业者、监管处科员等人，先后下令5万至50万交保。检方调查发现，已经过身的姓黄业者承包位伫北投的阳明书院明德会馆土地工程，为了处理执照，避免付每日10万的违约金。伫104年11月底，涉嫌透过姓黄泡照业者，也就是被手套，讹洗几啊名监管处公务员，互警案涉嫌伫无审查的情况，只用1天的时间，就签准合法使用执照，佮放行违建复杂。也毋过台北市长郭文迪质疑，为什么代志发生到呾检调监听侦办需要用2年时间？我觉得办案的速度还是快一点吧，那怎么会拖了6年才爆出来，怎么一回事？我们不会这样的，我态度这样，有查。我一定配合办理。虽然有疑虑，也毋过郭文迪也强调会配合调查。另外，北市监管处也回应，员工若有涉及不法，也将依法严处，绝对袂含糊。这摆检方将专按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道路故事故发生过后，除了追究责任以外，社会大众心理也着爱重视。就心理专家表示讲，参与救援人员伊所受到的创伤症候群，可能会拖到5年遐长。不过，政府目前的资源是也无够的，呼吁政府着爱甲社会资源、甲心理咨询界力量扣活来，共同组织心理创伤辅导团体。代替泰鲁国号事故救援人员从第一线救灾，看到真侪残忍的画面，拢刻伫心内。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基金会14即天邀请专家开记者会，表示政府若敢若针对受难者的家属，亲友做个案追踪是无够的，就要扩大重视全民的心理创伤。例如说，像国防部性别的文化掺进去之后，大家会担心啊，我今天如果去使用了这个0402专案，我会不会被我的长官认为我的抗压力不足？那就像那时候在讲普悠玛的那个救难人员自杀这件事，其实就是一样。罗慧君表示，这种心理创伤影响可能会拖到5年，尤其救援人员大部分是男性，受到传统认为男性爱较坚强的观念影响，压力搁较大。虽然卫福部有男性的服务专线，不过客人实在无介济，而且一通电话帮助有限。伊认为政府就要善用善款，参民间共同组织心理创伤的辅导团体，应该要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要有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室，它可以成立。那这样子的话，里面如果有一些人可以随时我们去随时可以求助，这样应该会是个比较好的方法。误会专家表示，全台目前有执照的咨商心理师大约是4000位左右，人工无够。搁以国立大学来讲，学生平常时要找心理咨商，就要等加2个月。这摆事故嘛有师生受影响，资源定着会搁较吃力。因是呼吁政府应该结合社区，建立心理辅导团体，补充人工。记者陈雅文、曾派文台北报道。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有对自助餐的卫生环境进行调查，伊也发现讲卫生观念是哪来当退步，真侪收钱的人过会去硬菜包便当，病菌可能就是安尼恶来恶去。建议政府就要推动电子支付加自助餐厅的分级。现代人定定食外口多样搁方便的自助餐是真侪人的选择。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今年2月到3月有对北中南部的自助餐厅做卫生习惯的调查，而且较旧年3月的调查结果来比拼，14公布结果，退步上侪项目是收银员接触食物。去年是有80%的比例哈，那么今年是65%。这次调查当中退步最多的项目就是这一项。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接触食物，都可能让消费者在间接当中会接触到病毒。专家表示，银票顶悬验会到的病毒细菌是800种。消基会烦恼讲，收银员若兼做其他工课，会去绑到食物，安尼唔让消费者可能破病，嘛可能无符合现主时的防疫规范。我觉得在做电子支付这一块，事实上政府应该积极去推，因为这样子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看到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再来，其实自助餐的分级制，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自助餐厅的分级制，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鼓励业者往上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给他一个分级，也许他达是 A 级，少了几项它是 B 级，然后如果待改善的话，它可能要 C 级。消基会表示，目前政府对这个议题要是无法则，提醒业者应该爱自律，至少要有挂手套甲接洗手的习惯。消费者嘛要注意，会使炸家己的碗碟啊，减少食外口的时间，避免人济时阵食餐厅，拢会使降低胃着病菌的风险。记者郭碧君、石桂林台北报道。讲到电动脚踏车，因为目前是无挂车牌，若准是违规，也无法度抓到人。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就提案修法，要求交通部就要赶紧针对着电动脚踏车的部分来进行列管挂车牌以及着强制投保。骑电动脚踏车世界赛会批发市场内底袂少店头用这车来送货。电动脚踏车介绍比机车较俗，速度阁比脚踏车较紧。若是骑底停的是真方便。即阵立委提案修法，希望立管挂牌，强制投保责任险，方便来管理。是 OK 啊，这样出事的话，或者车子不见的话，也可以找得到。因为我的曾经不见过，还要缴那个第三责任险，我觉得
很麻烦。很麻烦啊，那就干脆骑摩托车了啊。电动脚踏车免考照，不过也引生违规停车，也有改正的问题。例如讲，法规明定速度袂使超过25公里，不过有民众把车改装，速度挖100公里，也不过因为无挂牌也不到处理。去年就有一件超速处理案件，立委认为除了挂牌才使骑，也限制骑车的年岁。而电动脚踏车、电动辅助脚踏车嘛，应该在修法时来证明，以免分不清楚。要登记为电动辅助自行车的话，一定要长成像现在脚踏车的这个样子，对，就是、才可能。那如果像你看，像左边的电动，现在左边的这个样子的车子，对，而后要把它登记为电动辅助自行车，这是我们不允许的。对着修法要立管挂牌，未少的电动脚踏车业者表示赞成，因为对着卖合格电动脚踏车业者也是一个保障，避免市面上有无检验合格商品俗价抢市。不过业者坦白讲，未少外籍移工会共用电动脚踏车，未来就算挂牌也无好管理，这部分也需要研究配套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在去年一年，全世界电动车就卖超过240万台。咱台湾目前也已经有11000多台电动车。台电表示讲，若准全台湾食汽油的轿车，拢换做是电动车，会加食电全台湾发电量的高票，这也是未来一个大问题。我都没踩刹车，他以车子前面的距离踩刹车。我现在都没踩。这是这2年真热门的电动车特斯拉，用电池来取代燃油以外，也有自动的驾驶。曾先是伫家己厝的地下室停车场装壁挂式的充电座，每天等于厝的停车就使来充电。我们1个小时差不多32公里到33公里，可是一台车大概我这个是长距离版的，这台车长距离版是有500，可以充到500公里。买充到满爱10几点钟，一度电是3块，换算一大约是300多块。曾先生也去厝附近的购物中心去充电，超级充电站充500公里的费用，依照车种600到800多块不等，也比汽油较俗。不过这个缺点是，若是要去较远的所在，爱找所在来充电。曾先生甚至在高速公路顶面车捌无电过，可能剩下最后20公里或15公里的时候。你看还有20或15，可是如果你只要一停车停下来的话，它会把这20到15公里的这个电量、这个公里数锁起来。我就叫拖车拖到旁边这边来，请它靠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这条线这样子接出去，然后就可以充电了。这样子。台电北估算过，若是全台湾815万台车全部换做电动车，平均一天若是开36.1公里，充电1点钟，安尼全台湾一天就增加将近6000万度用电量，占总发电量的9.13%。这将近是一成的用电要对倒位来，这就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时间电价的引导，一定是引导大家尽量多使用离峰的用电。那当然，有些尖峰用电的需求，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好像把它降低。当每一户拢爱装一个充电器，对现有的电网也有配电的所在来讲，也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如果是单一户的电动车需求，它可能会到达7000瓦，7000瓦。其实我们一般的家庭用电，它可能只有4000瓦。安怎让这个电力的设施跟着时代？要政府的法规甲财税，也拢甲电动车发电拢有相关。当禁止卖用汽油的车已经真做世界情形，台湾要迈向电动车时代，也需要更加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高龄人口比率已经来到20.25%，代表进入超高龄社会。有特别找出中高龄加高龄者的劳动价值加规划安排。国内外各界代表13即天伫中正大学召开研发劳动力论坛，希望事业单位加企业团体会当做伙来了解未来劳动力的趋势加调整的方向。那相对的找人是非常困难哦。那这个大概是今年可以看到的状况是，那个缺工缺得非常严重。人力银行的统计数字记录国内45岁以上的中高龄者，甲65岁以上的高龄者找道路的状况。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甲嘉义县政府中正大学伫13号即天共同举办高龄劳动力论坛，希望会当替高龄者增加劳动参与的机会。可能还是以传产这边的一个增加的人力是比较多的。好，那这部分就是我们会在努力协助我们的中高龄者，他如果要进入这样的产业的时候，他必须要调整他自己怎样的心态。中高龄还没有什么
跟一般的年轻人比较起来，差距没有很大。这样种高高龄的稳定性比较高。嘉义县是农业县，而且老人的比例阁是全国上悬。为要协助做事的时代，有机会阁找到头路，而且阁会当学到新的技术甲知识。嘉义县政府甲中正大学嘛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会当参观和合作，协助嘉义县想要找头路的高龄者。要关注的或许会落在比较年纪更大了哦，所以说我们在定义的这个所谓的65岁，那所谓65岁这个高龄就业的话，事实上这个就要看工作上的安排了啊。常常因为年纪的关系，受到无同款的歧视啊，所以讲未来劳工青年发展处会针对这来为这咱的高龄者来做服务。嘉义县中高龄的人口数大约有将近26万人左右。劳动力发展署温家分署表示，配合农业是嘉义县的主要产业，目前主要拢是找富含经验的相关工作，希望会当改善嘉义县中高龄甲高龄者的就业情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伫咧市面上所买到的咸菜，有8成拢是对森林大边生出来。最近就提讲大边的咸菜是愈来愈出名，是因为有一对大边的少年囡仔，因对高中开始就替故乡的囡仔办文化营。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今仔暗时10点，要带乡亲来看这阵爱故乡的少年囡仔。自细汉就伫森林大比大汉的王如轩，知影农村教育资源的欠缺。15岁时，就用家己的英语专长和朋友做伙办英语营队。但是后来因为阿嬷意外过身，互伊意识到台语和文化流失。因为阿嬷的离开，互我发现讲，阮厝内的人渐渐无爱讲台语啊，也是讲拜拜的时阵要安怎传承礼，这个物件，这个礼数，其实阮真正毋是足了解的。因为感受到危机，创办多语文化营，要重建台湾一地长寿的语言甲文化。因对2016年坚持到今，营队的成员也拢已经出国读大学。不过因为对故乡的爱，互因逐年寒暑假拢倒转来到大比。我们这间店大概有80几年的历史。这阵囡仔真正互我足感动的啦！伫咧高中这个年纪有家己的想法，甚至讲伊愿意去付出伊家己的时间。对，落来带这囡仔熟悉咱的故乡大比安尼。为着要互囡仔更加了解家己成长的所在，也对嘛甲囡仔带入社区，要建立囡仔对家乡的认同感。大家有没有看过？上重要是希望讲，因来这个文化营队以后，回去了后，无阮以后，伊会阁想要去了解台湾这个土地文化，去熟悉家己的土地，熟悉家己的家乡。营队总是有结束的一天，要伫在地做古董的陪伴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但是多语文化营相信，若是会当培养囡仔有一粒关怀土地的心，未来凡事会当正做推动地方进步的力量。记者卢尚如、林建如、福林采访报道。日本东京今日举办日本授权展，目前伊也伫下晡用台日人线的方式做回来替咱台湾这边来做一个开幕式，咱也做回来看。设计想法是为鸟眼成群的可爱乌鸟派到地球的宇宙特派员来。宇宙探险队的图嘛，甲台湾翠庵国家队合作推出着 MIT 的翠庵，计划伫日本通路来卖。这个卡通人物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其实看起来非常日系，它非常适合走国际，但是它其实是台湾的创造团队所创作出来的。因为日本是全球第2大授权市场，日本授权展更加是日本规模上界大的国际授权展览。去年文策院参加日本授权展，创造新台票4亿的产值。今年是以台湾馆为主题，带14间台湾角色品牌参加。透过这次的日本授权展，能够为台湾的 IP 能够一样，就是越在地越国际，然后走出台湾，然后让全世界看见。这一次14个角色IP 能够在这个众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特别透过角协所组成的日本角协所组成的国际评审团，来挑出最适合日本口味的，也就是在座的各位作品。台湾原创多项 IP 伫国际市场真有竞争力。日本各协也特别伫记者会透过台日连线，娱乐到台湾品牌的风貌已经更加优质。日本市场也反映出，确实有愈来愈侪下台作。文策院甲日本角色品牌授权协会联名合作，互台湾多项 IP 会当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32度。 南部地区对19度到28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5度。也到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上在同一时间再会。